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第二是讲嘅，欢收看9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泰利宏泰将侵袭台湾，马豪都9年的代理市长李梦燕的面临挑战。上午伊都要回看安南区到湖南中卫区的抽水站设施，希望发挥应该的功能。嘛强调市府团队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伊嘛将专业医护，包括依照专业做好监视的帮宏泰界的决策。李梦燕第一摆以市长的身份，嘛是水利专家的立场。面对安南区原本就是大江内海地势相对较低区域，所以伫洪台进前，先前往到湖南中卫区内已经完工的抽水站视察，听出简报。同时，甲所有参与的安南区长以及议员、过清华等民代表，抽查其中的机组试运转，希望一旦有需要，会当马上发挥效果。开始对着代理市长李梦燕来讲，就连这第6天就面临洪台考验。不过看伊老神在在，就来跟欢呼所有市府团队做好万全的准备，嘛希望至少降低淹水范围，加速退水时间，将所有可能的损失降到上低。是，我想这个泰利台风哈，那看起来来势汹汹，那么我们昨天就已经开始。做相关的防台准备，包括昨天就请农业局还有民政局这边调查有没有果农，好这边需要协助做紧急采收，好以免这个台风把像文旦啊、东山的柑橘，好或是这个柚子哈等等，这个打落造成农民的损失。那昨天经过调查，都已经准备完妥哈。那昨天也请水利局开始针对全市52座抽水站。还有将近300台的移动抽水机、水门等等都去做测试，那务必让这些抽水站水门维持最佳的一个状况，那来应战哈。那另外相关的局处也在今天请包括消防、包括社会等等的局处，大家先做好防台的一个应变跟准备。当然，除了做好洪台万全准备，市长嘛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市民对保洪台界决策压力如何？李梦燕表示全力以赴。台风假的部分，我们也会我们会有包括气象局，还有成大的气象的团队，我们会一起共同的研判相关的这个风势跟雨势，那来做成是不是上班上课的一个决定。会有压力吗？全力以赴，是。一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在9点以前来公布第2天是不是要上班上课。那这个不过法定上是在第2天早上的5点以前宣布了，不过我们会尽量的提早。当然，地水并不是一时一刻，市府团队嘛表示，要配合中央前瞻计划，将持续提高目前防洪的标准，大大降低淹水可能。第一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代理市长李梦燕伫关心到湖南抽水设施以后，才转来到永康分洪抽水站，期待伫7月份拄完工的4座新抽水机，伫即摆洪台会当发挥上大效果，降低雨水所可能带来危害。面对准备来到的泰利洪台，台南市政府唔敢大意，下晡代理市长李梦燕以及水利局等单位到永康分洪抽水站进行视察。包括民意代表甲各位里长也拢到场听取简报，直接向市长反映淹水的问题，希望这次新增加的4座抽水机，伫大雨来到之时，会当发挥上大效果。这个站自101年开始起好的时阵，敢若2台。敢若2台，迄阵啊，里长定定咧建议啦，区里座谈啦，拢定定建议讲那会阁有6空，8空再装2空，还阁有6台还未装，当时会使装啦，那么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那么咱有先2台台北市的旧机组，整理好还阁真好用，就超有一半的量，即届利用这个流域综合治理，伊个市长甲水利署。这个争取的这个经费，原来市长的水利署争取，这届终于在7月份完成，那也因应这个台风，我们希望他赶快来看是不是包括油料
它的冷却水、它的机组、操作人员是不是都状况都正常？希望这个抽水设施赶快能够发挥功能。派上用场哈。在哩市长李梦燕强调，这次的风台是热清的市长到中央就任以后，新的市政团队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强调风台路线虽然有偏煞，不过游玩袂当疏忽，一定要提早准备甲预防，将伤害降到上低。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电市会下晡进行第6次定期大会听诉委员会，其中在讨论议程当中，有部分议员要求加入治水专案报告，希望让市民了解目前治水经费的执行率以及未来计划方案。台南市议会下晡进行定期大会的定诉委员会讨论议事议程，当中议员蔡耀辉指出，每一摆拄到风台，总是有真侪行政区拢出现淹水的情形，建议另外排定治水专案报告。立副议长郭新良则是认为，治水是热清的市长执政的时阵非常重视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投入这么多治水经费，那安尼应该向市民报告目前治水的成效。因为贵委长伫面对的时阵啦吼，当然议员会当同意讲要叫市长专案报告啦吼。副委长个迄阵咯，市长即个行政院长走，我感觉咱市长应该提一个治水的专案报告。一个台湾内台南市行政区一半以上淹水。我感觉真甲这个第一，台南市那治水的经费开设了那济，各区里面的治水的成效要向台南市民说明清楚。我们现在治水的执行率是到几%，那成效到如何？有必要，因为这几年治水方案的经费是我们赖市长列为重点的治理项目之一。对此，议员董品豪表示，代理市长李梦燕既然是水利局长出身，治水是伊的专长，因此有可能伫定期大会当中提出相关议题，无需要特别排定专案报告。李议长赖美惠这是建议伫市长施政总报告内底加强治水的项目。在他担任水利局长的时候，我们台南的淹水可以说是大幅的改善。那现在他要当代理市长的话，那他绝对会对淹水的这一部分会绝对非常的重视，所以也有可能在他施政总报告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一点的。李梦燕是代理市长呢，因为过去也担任我们的水利局的局长，那他在整体的台南市的治水各方面，他也有相当的业务上相当的熟悉那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台南市政府的秘书长陈局长，在这一次的市长的工作施政总报告里边，加强治水的治理，做个比较详细的报告，这样子是不是来取代一个再设立一个专案报告？经过讨论，最后排定将10月16号上午议定，改为由副市长吴宗英甲水利局做治水专案报告。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今日秋天后，阁是咱一年一度越南岭温泉美食节要登场的时阵。今日市府规划对9月23开始，为期1个月，包括费用夜节、浴衫体验、温泉美食加各式盘的比赛等等，内容相当丰富，邀请全国民众拢来感受。乐宣团对10月7号开始，伫越南岭假日弄温泉浴衫 party， 观光旅局长家己嘛先体验清查，希望到时加所民众参与费用夜节动作。那今年最特别的是呢，我们在10月7号晚上有一个浴衣趴，我们希望在关子岭这里呢是一个除了有温泉之外，我们也有这些泡温泉的文化，所以在10月7号晚上我们有一个浴衣趴，那同时我们也有 cosplay 的竞赛，在当天晚上，所以如果你是 cosplay 爱好者，也欢迎报名我们10月7号晚上的 cosplay 竞赛。那从9月23号起以后的每个周末、周六、周日，持续1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在关子岭都会有活动、有节目，所以你只要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到呢，你都可以参加当地的市集，或者是我们的 party， 或者是我们的音乐欣赏。所以非常欢迎在这段期间，在
冬天快要来临之前，就先启动你的温泉泡汤计划，来到我们的关子岭，享受我们的湾子岭的美食跟温泉。一日一度的关岭温泉节，在市府议会全力推动之下，都来要让民众感受到这个温泉庆典加当地美食的吸引力。今年合作你好，欢迎光临的主题嘛相当有创意。记者会中更邀请9月23开幕式当中，将电影的火龙爷祭典舞蹈先予大家评判，邀请全国所有民众拢来关岭。关子岭为中心所带出来的观光产业的这个发展，那我们观理局在推动，也包括用浴衣节，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推广的方式，有可以引起年轻人、引起我们民众一个兴趣的方式来推广，所以这几年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成绩。好，那我们也希望关子岭这边这边能够越来越蓬勃的发展。这个来台南泡汤，变成是来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好，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可以更来努力推广的空间。咱入秋啊，即马来就是泡温泉的这个上介好的时阵啊，所以呢，大家会当去小招来到咱的关仔岭来泡温泉，食咱关仔岭当地的山产美食。同时咱嘛有配合着真侪相关的活动，系列的周边啊，东山的咖啡、碰柑包括咱后壁五米乐等等的观光景点，拢是真好佚佗的所在，欢迎大家小招来咱台南市佚佗。今年为了吸引所有人眼光，也特别设计关仔岭动漫角色小峰甲小泉以 cosplay 装扮，邀请民众10月7号下晡拢来变装比赛。另外，一直到10月2日活动期间，只要大房也有机会抽日本来回机票等好康优惠，邀请大家来体验留下美好回忆。电新闻顾文吉、郭火义采访报道。除了关仔岭温泉美食节值得期待，另外一间卖力第3档的客家美食料理比赛，今年总奖金高达31万。小古市府嘛透过记者会邀请各界料理歌手拢来报名，为客家美食的传承甲创新来努力。因为客家人勤俭的精神所发展出来酱光美食，为了要呈现客家传统的好滋味，这边透过市府甲客家委员会主办，以及云林、嘉义、高雄、屏东等5县市的协作，也希望让客家美食有新的创意。所以对今仔开始公开征求各地料理歌手来报名比赛。记者会中，张副市长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委以及客家发展协会理事长等贵宾，期待同中央酒店总铺赛示范，嘛利用咱在地往来甲叫来新的手艺，对简单当中呈现客家料理用心的一面。姜对我们本身是比较暖胃，可是在我们天气那么热，这种姜对我们身体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对我们的皮肤很好。哇，养生对养生的料理啊，所以我在客家菜的养生料理是实在是不多。可是这种东西，除了是我们客家菜有一个那个老菜脯以外，这个姜是真的是非常养生的东西。然后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在吹冷气的一些朋友啦那些啦，说对，我们有一个那个空调症啊，这个就可以疏解你那些不舒服。有点吃。会中副市长张建元因为外貌是客家人，所以嘛替活动代言，邀请歌手拢来台南请拼提奖金。当然，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酱缸文化，能够把客家人的勤俭的精神，客家人对美食的坚持能够表现出来。那我们也希望这次的活动，刚刚诸位有讲我们是南部的，不是只有台南市我们还有云嘉嘉南高屏6个县市，
所以高手如云。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台南的在地的乡亲，我们大家输人不输阵啊哈，这个一定也要站出来啊，来希望呢把这个冠军跟奖金都留在台南，大家。整个比赛主审对当将支付网站查询买单卡0755420077来询问，总奖金31万，等你来挑战。电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推动全面治安，市警局第二分局在和暗时特别邀请警友会、猎务、社区等机关团体做伙来听出治安的简报，希望共同打击犯罪。但是警察局第二分局为了找出治安死角，鼓励全民参与社区警政风波，在和特别举办治安汇报，邀请机关团体、金融业者、社区等地方意见领袖，大约120人共同参与，并且由第二分局分局长吕清林亲自来做简报以及意见交换，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在治安问题发生进前，得当提早预防。我们辖内的里长。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大庙的主任委员，还有学校中小学的校长还有大专院校、高中南英都有组长以上的教官或是校安人员参加。那银行的部分，我们也找了6家大的银行他们都是经理还有乡里来参加还有我们武力的部分，我们警察局武力的部分就是守望相助队，还有警友会，还有我们的义警、民防、志工，我们有560人的志工所以算是很庞大了那我们也都派代表来参与。那主要目的，透过我们分局的简介，还有警察局的介绍，给这些社会精英让他知道我们2分局1年来的努力的成果，同时也报告这些绩效。也让他们知道，成果是不错的。另外，也请他们能够把我们的意见带回去，帮我们宣导，来防治这个反毒、打诈，还有为民服务的成果。但是警察局表示，警力有限，人力无限，所以维护社会治安，需要警察甲民众齐心合力才能完成。警方这摆接到社区警力的治安汇报等活动，就希望当主动亲入社区，听出民众心声，传达出正确预防犯罪知识，进一步加强警民关系，甲民众共同维护家园安全。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主持媒体工作者杨义宏以多年采访的经历，出版一本合作拥抱每一个生命册。册中因为呈现新闻事件背后的真正内幕，加上趣味但关怀写作，一场取得备受好评。对此，议员刘维英特别办讲座，邀请伊甲民众分享，也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参加。曾经担任过杂志社的记者，后来进入电视台做节目，最后回到故乡台南，在中华日报担任社会记者的杨义宏，以家己伫媒体16档的经历写册，自贵出版一本合作拥抱每一个生命的册集来劝世，也因为伊特别佮有同理心的特质，互伊册一出版就受到各界好评。这摆得到议员好友吕维英的邀请，来到应功夫学堂讲座，甲大家分享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人讲迄个军头大大，
前袂过壁但是笔头渐渐写片专胜这就代表讲媒体伊本来就是一个特许的特权的行业但是民众伊较少会当去直接去接触。咱嘛有足侪社会记者一寡先辈伊有出过册，但是伊所写的物件大部分拢是啥物货？杀人放火这上济，无法度，因为民众伊爱看即款物件嘛。人讲迄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是人性这无法度。但是社会伊敢真正是干那安尼尔？毋是所以咱这迄个会知影会报纸那这个憨儿我是咱迄个潮信基金会的憨儿。那这个也是社会新闻社会新闻伊毋是干那杀人放火的物件尔它也有很温馨的一面。那我们做记者的，他在第一线会持续去追踪，但是民众他看到了，可能就是一个片面。我们将于9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将邀请我们的这个新锐作家杨义宏，杨大哥、义宏兄，来到我们南区最有气质的图书馆也就是我们的盐城图书馆。这个9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邀请我们的这个杨义宏杨大哥能够一起来盐城图书馆，为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新闻背后的秘辛。因功夫学堂讲座举办时间将伫9月23号下晡2點伫鹽埕圖書館登場，難得是活動全部免費，採用網絡報名方式。迄個是當卡議員劉慧英服務處06-265-2868來報名參加，而且名額有限，動作大緊。電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現在來關心詳細天氣變化。我在是這份地站做好，現在是雷雨天氣，溫度29度到33度，落雨記錄4成，海面平均風力12到5級，上大陣風8級。非常感謝收看9月12號的中嘉台灣電視新聞，咱再會。